再來看這國民黨今仔日有大消息啦，因是來宣布講這第10回呢會在4月中旬來舉辦，目前已經收到中國的邀請，會由這國民黨的主席鄭麗文帶團去訪問。預計這時間點呢是4月7日至12日當中，會去到江蘇、上海甲北京。因那鄭麗文伊嘛表示講，希望這國民黨甲共產黨呢會當做伙來拍拼，推動兩岸的和平甲交流。因為反對台獨，所以我們可以避免戰爭；因為9·2共識，我們可以締造和平。因此，今天麗文的訪問中國大陸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不增不減，繼續的在堅持9·2共識、反對台獨的基礎上，我們要向台灣人民，也向全世界證明一件事情：兩岸不是終須一戰，兩岸不需要兵凶戰危。其實伫頂屆這國民黨主席去到中國訪問呢，已經浪10冬的時間啦。鄭麗文除了是感謝這雙邊有積極來溝通，也強調講這唔但是來自中國北京的期待，也通予全世界攏安心，而且會當避免台海起戰爭。